新闻开始来看海葵风台，伫过去3点钟强度已经减弱。目前风台是位伫澎湖南西方的海面上，向西北西转西移动。云林以南、高雄陆地、澎湖，各伫暴风圈内，各地都要特别注意到大雨。来听气象局最新的说明。大家午安。海葵台风在过去几个小时移动速度较为缓慢。 目前下午2点，中心的位置仍然在澎湖的南西方大约60公里的海面上，而它的强度持续减弱，在彰化、南投以及屏东地区已经脱离暴风圈的范围。我们目前的陆上警戒区域仍然包括的是云林以南到高雄的各县市，以及澎湖地区跟即将影响的金门地区。 预计在今天下午这段时间，整个降雨的热区一部分是在南部地区，另外一部分是在宜花地区。要提醒大家，气象局持续发布豪雨特报，提醒花莲县以及宜兰山区、高屏山区仍然有局部豪雨出现的几率。而到了今天的入夜之后，在台湾本岛整体的雨势会变得比较缓和一些。